來看海洋大學頂禮拜是用限時掛號寄1700多份升學的成績單，結果說是有500位考生到今也未收到。中華郵政查了發覺講，又果是 A7 智慧物流園區的智慧分揀系統出問題，加上這人工也無發現，配得閣送轉去海洋大學。目前郵局是趕緊用優先寄送來補救。中華郵政的 A7 智慧物流園區4月7日起營運以來，陸續出現人力不足、掛號延遲等狀況。中華郵政一直做調整，因為6月7日是全國大專院校個人申請選填志願的關鍵時刻。海大頂禮拜透過限時掛號寄出1700多份的升學成績單，想要交到單，也是有部分的考生無收到批。他總共交寄了1773件，已經完成了投遞有1585件，118件也請他去郵局領，這個部分有聯絡。70件沒辦法投遞的話，我們會持續再跟他聯絡。中華郵政發現是 A7 的智慧分揀系統誤判，將郵件寄回寄批人，人工判圖輔助也無發現，已經用快捷補救送出。對此海大也特別確定寄送的過程，強調為了確保成績單送出，也有發送簡訊通知收批的人注意。我看起來學校同仁作業 OK 啊，跟往年一樣啊，那怎麼往年寄得出去，今年寄不出去？那郵局其實他們也主動說，他願意聯繫考生到各分局招領。我們當然不希望這個是再發生了。中華郵政工會認為，海大寄出的成績單大約有500件方退回佳人郵局，佳人郵局閣送回A7中心處理，造成時間延誤，處理應變有檢討的空間。應變處理沒有很完善。照理講，他一封到基隆的時候，應該是要用專人專封到各單位去就好了。他又沒有專封，又直接封為 A7， 你又要延誤一天了。宜蘭的封宜蘭，花蓮的封花蓮，那就好啊。工會認為 A7 的新機器敏感性懸，建議機器的校正應該愛檢討修改，避免類似事件閣發生。記者綜合報道。